姑娘替王本两高头一搭一打，要拿方清的方金银逼出来。方英自以为说了句啥子？哎呀，说的不该，我不凭据该分到我们里向了。蔡姑娘这定聪明，对个，乃即将华婚3月，分到我们不凭据，搿方金银来有了呀。可以啊，上一代官不离银，银不离官，你这万金银星定在身旁，哪来的奴一看？啊呀呀，蔡明姐，像此类神荣东西，非必带在身旁，铭记用故皆知塞。谁本一婚，你当我对不懂个？少家该因过啊！你要得知油门浪向个放金银拿出来，高背个锅专门看过那个放银个叫该因过。你现在3个皇帝放那讲，你分到我们嘛，啥从回来该因过呢？可以啊，你非人说的衙门何来接因过啊？这个，哎呦，山东该，我讲说特里多，搿放金银放不出来不里头看。那么为啥不肯把里头看呢？因为边浪向一个是乌头，一个是蓝地乌人。他如我方清虽然拿方金银摸出来把里头看子了，手段也是不了别人失望。说起来好哟，这个陈后头人该只放黄金方人，先是先得来，这让地乌人门前挖进挖出，难听些，所以了不肯拿出来。那么现在看上去，不拿出来。两个下落我不晓得，根本但是不晓得子了，一直来老娘的外事晓得我做主顾要弄黑出来弄我一番骂语，二人之间的确心里想买千几娘想起娘马上就见面，哈来下去给到了内院，小希望里想不里头看一看嘛，大多也是不会晓得，所以方清气掉心伸到胸口里，让胸口这个袋袋里向拿一方黄金方银挖出来，往正水里向一吐，老人家蔡明基，黄金方银在此，你们开嚯，不得了，想吐他李天王这个，你都去看呐！方清个方金银啥地方拿出来？胸口头拿出来，那胸口头有袋袋哎，从前个人啦，身上不袋袋个。至于呢，手袋，很多看现在看得见个03银子多点了海，真正的袋袋了，一只袋袋挂在胸口头。你不像现在一样，现在身上像袋袋多样。现在这次西装是该搭袋袋，搿搭袋袋，里向袋袋，外头袋袋。现在是高你还是裤子上还有袋袋，所以现在都挖袋袋，否则个点袋袋没销路个呀。从前辰光只有一只袋袋，读书人把书叫分财袋。做生意人把3个账簿叫生财袋，石骨头把榔头锁死就叫乾坤不宝袋。现在方清做过李中3牛七伤人物叫金银袋。你让拖出来，蔡姑娘也想拿来不及着，黄本男人脚头最得快，用得上后节里向一句唱词。叫3步改做2步银，抓的大一脑子起来着。王本一看不得了，俺40代代耳聋枪支，我望头子里向包一块4个水，此水当中一方黄金银星，太阳光射进来，飞到金光，啪一个饼，这只饼是只中山，粗口口像只羊妈妈。其实羊妈妈应该2只角，你只有一只角叫啥？叫盐水。啥叫盐水啊？龙生九中当中，九九不是一中当中，定定凶，定定狠，一只大中山。张马骆驼野野森林，叫他听到了一叫，才会发抖。为啥七伤人后头人搿放金银饼要用搿只中山呢？就是七伤人后头人出来在出尽小皇帝搿般托孤无礼，不为而死为，不后而立。啪，脑里翻开来，看到银面上几个字了，乐乐真开心啊！哪几个字？叫清明七伤代替，所破于世，众里兵马粮食归宝。
就是这个上文里向兵马两相出京小皇帝通过，王本看到该得不开心啊！看到眼睛里向，悟到心里向，动也不动，真正叫悟性，围上来养生乐小，比三小高100。三小儿女事情该个做过的，哪乐小？第一项，先生也可以报仇雪恨；第二项，老祖母水过上16年，现在可以想想负责。第三项，过了要不知预考。第四项，小叫终身与波芒；第五项，金家十里姑娘，我除非要以貌欺人；第六项，我王本挺开心。省家里等一起着，方家里去试，方家里试的辰光上着，觉着什么着，到省家里向对2米包，我真正好享福在，乐乐开心，养生乐笑啊！哎呦啊！哎呦！不晓得王本啊，年纪大呢，吃饭要帮一，走路要帮的，小到第6项出毛病着啊！哎呦啊！身段特着，我才拖拉拉的，对菜面口帮忙，你拿去吧。蔡姑娘做你的我背出来呀，难得辛苦啊，让你去洗。现在看看老晒土水老地板，做一香，啪，到里再过来。王本推到墙角头，一只手天灵盖上一擎，一只手下巴浪向一拖，几杆，让修理下巴。那么修理下巴啊，该个辰光蔡姑娘拿方巾，啪，再到水里。等分量，口子再口，腹子再腹，非现在是神王来要得去叫得来讲。非是大辛苦啊！一等分量，真家伙，没好，金银大水，对吧？姑爷，小便去来。没来啊！想告诉讲哎，兔子方王金方人走着讲，你讲嗨个呀？我本都看金银嘛，你都要告诉我娘了少上话。蔡平子，而今可以言明家母在什么挨当，怎样罪罚？哎呦，我来不及着。我眼睛拿该放金银到楼浪向去，告诉小姐，使得小姐还早点定心。姑爷，老太太在后厨挨打，请王公公讲了吧？是老人家，老太太在后厨。不了，那里水里下巴，外分水里好了，蔡兵来帮忙吧。蔡姑娘做你这个不够来，蔡姑娘做你的来当我好闲话了，我不好没空不来看个。啊，姑爷，关来关去，也怪你的不好。来祖宗，看见我总归冒用我发汗，今朝得知该得来是留他个车队了海，对浪车去车到接浪得来。蔡平子，真神于是我的不对呀。当然来不好吧？你没啥事体嘛，到少个经理想起呢，离开娘2-3年，实在该句话都没有脱个。倘是方清福到经理，哪会得今朝有放王金英生的，还是都没有个。说他姑爷，你妻子2-3年。真是老太太跟前失信到莫语呀！呀，蔡平子，失信是有的。在去年女校交出一封书信，不良婚姻20口名罪，命一个少时人送往后内死于我的娘亲。哪知晓这个小人到了中途，把颜良明之一个儿见吞，为了冒了我的性命，倒是遭殃双皮。所以失信是有的，被这个下人的对我之功。姓余个不用人插个来话，搿他的错。前年正个把年里之子500人子，关着个佣人叫毕竟寄到湖南太平庄，不晓得毕竟个佣人滑头发过，导致半路浪向都动的财时光，搿封信出来后分几得几个。搿么说到姑娘，你还不得哇？你现在出去3年。应该每年1封信，没有3封信。1封信出事体嘛，还有2封信，而是你自家还不好。那么老太太再发上来信嘛，不晓得你想想呀？千几年儿子，老太太亲眼里了寻儿子的想呀。那九松亭我问兄心事，半夜寻西路昨夜先叫西，幸亏呢，当家是他就到欧堂里向去，所以而今翻推夫人在白云中。在白云中。是啊，老人家，该快引领我到白云中相见老太太。喜鹊下巴虽好，
做王子转来着呀，像中举这样子。应该。正了该辰光，阿父阿瑞两个佣人带一来着。阿爹啊！来！做什么？阿爹啊，外头张王给龙家了还在。今朝兵部农家给他来了，送的是果冻介绍。飞菜腊肉心，包肉王母娘娘。那么张王先生过不出高地，要你出去过高，那么好去开销接地。过不出高地，不要我去。好，你们说去回复我谁最来？好，那么你马上就了。王本有道理。做到大人家的中国眼光也好，现在张王先生过不出高地，不能开销接地。这规矩按比例讲，送得了样么子，假如100两，开销1000两，总归1/10。你要眼光好，看得出100两，开销1000两。你当眼睛花边点，明明假如只有1000两，你当里10万两，开销100两，东家贴老本，就铺盖滚蛋。所以黄本这种眼光报到现在全后上的再加营业有眼光好啊！道理想啊，小主人，为被兵部大人送来贵重礼品，要叫老奴开销伤死去了。搿来唔去在，我也到欧堂里见娘，但是里到老师开销接地。哎，不过方清想不眼，别个来像地下人了，说个样，再跟我地下人一样的呀。老人家，想必封国家与他们等人事了，我们才最总之上牛讲马门噶，别个里佣人不是你方格里佣人，实在王本你叫拎不清，你出去讲一声，你是要东家规则，别个里佣人不够想，为啥别他当当你儿子口袋呀？欢喜得不得了得了。哦，那到龙江是吧？你龙江嘛，蔡姑娘做一段，我来帮忙吧。啊，姑爷，既然王公公回避于是嘛，可以带小婢引领啊。就道声好。别个没来，小婢也到楼头去谁来？做什么？哎呀，我来做过事体，要去感受小姐呀。哦哟，谁有好头干？搿么娘手看，两个人啥人夸？王本人带我是过家的要半日得来。那么年纪大的人呢，走得慢，哭噜拖带老师，过脱高地开下接地，那么再哭噜拖带里向要半日天得来。彩萍呢？彩萍这女仔年纪轻，走起路来快，得上去，刚一上我做锅仔，马上得下来，一些功夫，两个人比较起来，还是彩萍呢。既有手持彩萍记，遇老引领，应得的。老人家，如为相遇时，这不屈人是老奴告辞了。老出去，那么蔡姑娘手托一方黄金银绳，小婢去了。没来啊！这个高举刚给脑子追着讲，黄金方银回我吧。什么子？回不呢？批出来好不容易呀！哎呀！一定要带上去的。不，他如果不带上去，我说小姐呀，我家可以做了姑娘，小姐也不信的呀，一定要把金银呈上才能信得。你听得不错。今朝刮来刮去，的确是我不好，我大只该到500句真话。你现在俺上去是我做官了，别叫不相信。半夜个放黄金方人到达流浪，让你看一看，那么还相信在？今日是不是为了彩萍记对之旅上，剩余你叫小贼姑晓得来去了。没来此内深用东西，开了之一定要带下来的。预说了去了。没来，要记下布不离银，银不离布，深用东西一定要带下来的呀，不能防卫的呀。嚯哟，要慎重啊！我弄3杯小不能忘记讲，不能乱不相讲，要到我来讲。接上来姑娘，本身我都到我来个，为止你时间了，偏上不到我来着。方清把这个屋头没生路个，实在方清啊，你今朝叫李丁做李高台话个，你其他到底菜咩？到市场去饭弄我来着，你得到我来个，你自家叮嘱话个，往往是讲有做事体侪是自家弄出来个。你往往现在改革开放下来嘛，农民先富起来嘛，有点钞票着。像上海有的农民到处几万样的预备到中百公司买点么子，搿么为何带地方？你多定点呀，上公交车一摸到自家湾
一模，到南京路一模，到中百公司一模一，那不上，不能摸他个呀！三个干什么人听该得有动地了嘿？现在方清一如此，蔡姑娘挪方经营，口子再福，福子再口，做你的小家。那3年来啊，苦头吃子饥荒，谢家无喜，现在还做官家夫人，快点让我走路。哦哟，该个辰光走2步路，轻是轻的嘞。月水酸酸，把金银金，彩瓶子七分，欢喜5分心。不胜归不大，于是公夸口向人云，使得于是应用法医心。向女神恰良夫人生。他是空结有家，空飞神。故意是一个家，面目真，相夫人是只容易塞，不容神。这你的夫人啊，方才一些些家里侵入了一些些魔力穷举，歌里动身，别里唱大人。想不到现在姑娘真个得法做过，来等些有啥个面孔得里旁头哟？你是后面目为清净，想里是今日内在是。神人是日报个定一定神，空气哈梦容易心什么生理为得说错呀？为啥我特开心啊？非不是事啊，让做梦啊！为家气自家小米嘴的忙中改面，水杯浪向一浸，哎呦，口气痛感，不是梦，上气吧，小句话头一个字会得弄点花头出来个。他是嘴巴笑一声，还是说过飞太家两人。带我上楼头，感受女东君，带我走呀，忙着流浪来。那么流浪向三姐了做啥呢？得是三姐一会刚刚醒转来，虽然刚巧困着，但是眼里在那眼角边浪向为了还渗出来呀，啥么心里讲实在郁得不得了。现在心子出来一颗那流浪向屋头一干不着，家彩屏啊发了海。三姐想，刚才我离开纸皮堂的辰光，看见平门被有发烧屋头，才是娘身半边的。那么上来是这样的辰光嘛，娘等我别地不吃安棒头，那么棒子头嘛不吃安菜，三姐要做孽，你头发发闪闪，妈。
不计相几分，彩屏不计上绿屏。太太非罪神人chết，对对非是口香人。刚吃来娘刚都讲，到白云屋里向接舅娘打给得来，不知昂起嘴了，舅娘不知昂大分担。三家是吃了周年头当口嘛，哎，只听见下头哧里错落了浪讲着，让我去听听看，不知讲点啥话，所以三家竖起身来。李元兵正义军，一来给听一听。见那楼下许多小鼻子，家里姐儿不分明，不知分明唱的心。但是个被屋里讲章亲得来，在那男儿头唱大人。分高档，这和尚当中闲话听不出，只听得这样三句，叫苍大人分高档做和尚。苍大人啥人？不为别人，背着我八辈个表弟，李金家来不恼，我搿种高sang来个，背着李辣海苍大人。那么分高档啥人？还不为别人。背是我娘，因为我娘看见我表弟走子讲我唱子大人，所以要分家在。那么做和尚啥人呢？不是别人，总也是我表弟哇。李总做大人不尽责，也做和尚不想想在，也没是李咯。嘿嘿，发觉这现在啊，今朝呢谁人所在？唱大人的确是方清。分家当做和尚，还分多娘，还不是方清少年，谁人都要。谁叫哪晓得呢？现在听见这两句说话，这样立不住，伟大内王。一句话，一动心，后羿水打水路。伟大内王忙正上浪向一望么，但伊拉还刺痛哭。银块菜姑娘到，再不到么，小叫相思毛病也要发作。到路浪向外方一看500人，到内方一看小叫黄了浪。啊，小姐，快起起来，快起起来，快起起来呀！哎呀，出子大事体，阿为下头打起来着，眼睛眼里靠过，竖起身来。看小姐上衣浪向坐定，眼睛追过来。啊，小姐，小婢彩屏见小姐口头薄。一看面孔嘛，不像下头打相当面孔。哟，罢了，起来。哎，是。说一本正经，哇啦哇啦喊小姐起来，随时磕个头啊！哦，蔡姑娘个种人是叫懂规矩、懂礼貌，不要拿小姐喊起来。倘使小姐黄了浪来，啵，举下去磕头，要送花球个呀！所以不要清理起来。啊，小姐，小婢恭喜小姐后喜千金呀！就喜从何来？喜从我来，非要得来多讲，歌谣有样么子顶顶清爽。啊，小姐呀，像哥一样好东西来吃，请小姐观看呐。哦，这到水里一看嘛，小姐不能相信，我眼睛一对了海家啊，黄金放映完，但是小姐我的眼瞪瞪，脱口而出：“彩屏，小姐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啊，黄金你才不晓得个？哎呀，小姐，那黄金人参呀！哪里
来的。哎呀，你在东门脱关，当然姑要做主过了一个方金银，不见得酒壶上的去得得来了哇！啊，小姐呀，而今可以做两姑了。小姐呀，你是夫人呀？什么子？搿方王清方银说的是方清家。哎呀，搿么是来彩屏啊！既然你拿出来王清方银嘛，那刚才我听见下头来一讲，说就说昌大人，分高档做和尚，到底哪一桩事体？你与我讲来。哎呀，这你的小姐，搿点事体讲完了，姑要不得了着，下头要加一跳的。为什么？我等我领你去见娘个呀，小姐啊！我引领公子到暗中见了母亲，再回来再讲。不，讲了再去，去了再回来。讲了再去，去了再讲。哪个做主？咁当然你做主了，你是东家，我是西家呀，没办法再讲得简洁点吧。说的小姐，你离开紫薇堂，夫人就来个呀。来自我来两高头站起来，那么夫人胖袋子马三么，马里穷举，歌里动声，海里唱大人。嘿，老幺的身材，老幺来着，老幺好得不得了，替夫人吵起了，老幺要三高档，夫人也想出家去做师姑去做，老幺三次高档就说你为了出家做和尚，一家人家弄得这样程度，没办法，那么我替王八掉到书房里下去，努力的放金银逼出来的呀，现在姑要李中三女放七三人后奉旨做亲，小姐你是官家夫人呀。哎，小姐听见考不得来，倒是从心里想发出来佩服一个人，啥人？自家老娘家两只眼睛。那还没记得搿辰光潘子清要带我吕老乡随来把眼睛告知，知道侬啊，将来你到资本别地么喏，别人大气卑微做大姑个。现在果然李中山女方七伤心，还是老娘家上眼睛识女汉。那么三姐看见搿方金也开心，当然开心。自家三姑娘实上长起哪会不开心？那么开心的哪里？三姐对手里搿方金银看得一看，面孔上微微一笑，拿方金银台上一放，彩屏。这东西拿去回给他。那听众要问着，我想说你个表情不大对啊！而是神采我小姐步步指望把自家男人，现在得发中上牛方神我出京小皇帝，看见该方金银微微一笑，你关着别个个电话头，为啥神采我小姐个点身家如此千金，嫁个男人个点么？意料中事，用不得那样的。发现有知识真知，他是说得摇摇晃晃的了。说到神采我看见该方金银，可老子彩屏两高头刘白浪向画出了这个虎条，他结婚着。不像神采我太体了孩子，李这样搞得嘛吃得好吃。哎呀，说他小姐，这番金银为不得的。为什么？所以你的小姐，你要特意看清待待着，上不着为不的呀，逼出来好不容易，王不肯死不肯，总是两高头努力逼出来的。小姐啊，为什么你去听了？我是偏是非家庭，要与个故意把战士请，我要与他收战。三条听子不懂，李德方亲要收战，啥个战？哦，大概是现在我棺材里送方清出后院的辰光了。方清问你叫同弟，搿辰光哭呀，半途的也不要。那么现在呢，要得里收账债，3年下来嘛，连本带利，哎呀，为计划多，要么搿边账不懂，没门口。彩屏，小姐呀，是什么账？叫声的小姐，不是收同弟账，这里说的是神经账。你小姐分贷款里，老要分贷款里，为啥夫妻不和睦？因为你分做过。这道理你今朝做主过来，夫妻应该和睦，为啥还要吵起来？侪是你办子大事要闯大人，见姑娘出去寻开心。现在个方金一不要玩，把你来打，
姑爷也做过北也该放营，一个放营带来流浪下来，也没来探访王金英什么这家，那什么时候真努力貌有良善。下金银都是回不得，下他是与国无银起吊定一定呀，背到鬼门请佛经，你是狠狠将故意来寻机生。问他是为什么自己否认有，反恰你写自己的恩，怎么非把恩谁把有来生？下个日从此须相见，夫妻有家分为生。杀肯去，果然姑娘去，一句调十语经，把一番金银来奉为君。难怪这里也求得姑父姑娘和睦，各方金银回不呢？他是不肯改，谁讲？来哈哈哩，这是我也死着，死子挪放金银一旦当着锅台里向去。姑娘白跳起来，为啥呢？你走过背一个方印，走过五百银，赛过烧醉五百兵，可不夺命烧醉不讨永然的呀！是的心爱归万心战哦，女东军今下不惧身，你去接力后来翻山。他们夫妻调公是汉，小姐呀，你当心儿来去手的小姐可是啊？哎，大对个，我为此里了，搿里十步山只子3年在，今这么闹，搿里十步山特别理脏。为啥方清劝我儿了？你看个，搿方金银回不里，不肯个哈哈哩。我上女夫人犯做在，搿方金银犯在，我到人流地高养脱里，当两副熟头刀刀，谁知背在泪头。为哈一方金银阿爸阿拉，所以方清不得生路个。嘿嘿，阿啥？公交等下来，快点两个嘴巴，先别去了啊！冲啊冲嘴，急急营，冲嘛谁在出房门？介绍出房门，送于进房门。那该句唱是三个分唱完，出自房门再进房门，哎，出小家房门，现在进自家的房门。做啥要去和尚下子？阿是和尚跟比亚从这位没了，那么和尚新伢子。家郎倒是新伢子，现在去画一双旧伢子。蔡姑娘想得最大，现在新伢子家郎是吃真好。等些白云儿花园里向汪汪来来追子不上路，加一日日子要长，一长要开交通。画上旧伢子稍微大大点嘛，还活络点。那么个双旧伢子比新伢子阿大几何年？到一个灭力。举意非比心意哈，实事就是这个烦难。连得上就要这个心机成分8分比了，谁要唱出来个？我一上3分半句，6分半心，真哈设定没有啊理赢。他你也须得一想，云么冲啊冲，最急急引个冲嘛，谁
进出房门，就说出房门送于进房门。在进房门呢，为什么子发要去拿块酒头？从前小娘家子出来不要拿块酒头，读书人出来读书相公不要自受轻摇。来去想想，那个种现在你看个收过去诸葛亮出来御手轻摇，哪怕浪得了零下40度结冰，只有清水不提烫的，还是要御手。而现在浪像诸葛亮出来，不拿御手拿上热水的，非常严格。从前是这个，那么女的出来呢，要拿块酒头，怕两只用上。吃后的辰光卡后，内外人的辰光。诸葛亮像幽默做酸，在那庄台去了小老婆，暖洋洋天气莫淋淋，他是冲啊冲最急急迎个冲嘛。谁进出房门，就说出房门送于进房门。做啥？想得细的。蔡姑娘做年头，我现在到白云岸去，白云岸来回6里半路要13里路，辰光蛮长。范有只阿娇妹子到我房间里向，针线藤边里向红绿丝线翻漏，忙起来套衣服个。我忙一次要用半年的了，那么呢，去拿月手大日里多个脚。在那庄台去了有样手，打一打一种手一手，门个面前头塞下令心。冲最急急迎了冲嘛，谁进出房门，就说出房门送于进房门。那一夜进房门，约素质不大，头发过，脑子失误也是愤怒。因快分数啊，手特子我要进房门出进了呀。在那缺体中去了相思药。把事又轻轻系在身，他是冲啊冲最急急迎不冲嘛，谁进出房门，出房门回去快收房门，就说收房门送于进房门。你闯昏他来着，收子房门为了进房门的了，收自家房门进小家房门，为啥我不懂规矩的？谁就知道？我到达欧堂去，总归问三家还有啥事体？三家总要跟我讲，问舅娘身体呢哈，问舅娘哎呀啥么子，或者再打气。那我今朝不走上来一转头呢，三家昨天为有闲话了呢？要进到里向啊，三姐啊，你为分走个啦？这小家气得呼呼，像推个啥人啥么子啊？不晓得一股子出房门进房门，忙死了一个。翠萍，三姐。做什么？小彼得不用爱中去了，太夫人跟前可以送事情啊！哎呦，彩萍啊，你挖空聪明早，真正叫聪明一时，懵懂一日。平常的确，你到欧堂里答复过闲话，今朝用不到，舅娘是也来着呀，可以当面讲着呀。对你爷爷的，莫有什么？不说啥。既如此，小彼去了，那么还追在。为父一生一相记，迎年年太平平的冲啊冲走急急冲嘛，谁进出房门，就说出房门送于进房门。那个房门也唱好了啊！为要进房门哦，现在夸张，吃小家房门进下头方清的私房门。我跳脱雷门、花园门、平门、交交关关门侪跳光。倘使每种门唱下去，唱到门抓盖的辰光，回廊出房门进房门了。说是有点本事，
加上现在杭州书房里向来这口气，哎哟，姑娘不得了着，数来不完。要等我呀，蔡姑娘哈讲，实在不是吧？到书房里向去拍雷霆嘛。姑爷，请吧。搿么方清啊，你辣浪等得来副南北里来，怎么还追着了？大老姑得高之罪，哼！到这个时候谁得到来？口就像我了我的大事。哎，那个人讲道理个，我领来分我来同地个呀。现在讲起来不老虎飞个呀，我是义务个呀，耍个高子一弄，那该个辰光来啊，为了啥天？对我大事体的。蔡姑娘本子里了啦，那得不客气，是我来着，急急的。姑爷，小婢不用爱中不去了。啊，你懂吕不想？对子上大秋子刚吃来了，为对我不起咋？你不去，我又不甚是龙筋。你不认识龙筋啊？带小婢来指引你，好，方便得很呀。姑爷你听了。这一个白龙出墙门，向西走步大金营，倘若路过这脚松顶，把白云爱东风往来神。可晓得？你到这个时为人我不去，你早讲不去，我可以命王本老人家引领我去的。莫国心碎啊，外分听出来了，有现在讲得清爽的。说的姑呀，既然有王本，没哈，你叫王本领吧。反正我领呢，你也不见行个呀，可是啊。方清听到给到，到底不是莫国心碎听出来着。那么闲话里向的酸溜溜了该，是我福建里的信。哎呀，袋里水里一颗么放金银的口径着哇，不样才是高给。姐姐里信呢，搿方黄金方人是哪子走来？啊，蔡平子，像我方子文水了马为了得罪了凤一了背罪了，这黄金方人请哪来了？哎呦，你得讲负心人才是了事辈啊！负心人讲闲话才有了事个啊！你来了，你去了，你走了，我不送了。你得上啊，再有一方黄金人信，嘿嘿，本命姓君，哈哈哩。可以你问什么啊？黄金方人，黄金人信啊！哎呀，怎样？哎呀，得特子，谁好啊？面孔就都皱死了，孩子。哎呀，姑爷啊，方才小弟匆匆下驴，把黄金信放弃了小姐的规律呀。呼，不能好杀个，忘记流浪不要紧。既有如此，费劳崔平子到小姐里头，将这方黄金方人拿下来。什么子？害我再到流浪乡去，再去拿下来，来回实上2趟，难道不觉着挨着？搿么呢？说脱了呀，姑爷呀。小王妃旅途继续喽。蔡平子，你要晓得，孤不离人，人不离孤，此乃龟帮中人，快去拿下来。哦哟，哎呀，海外龟帮中人，孤不离人，人不离孤，黄金生3个不能特殊一个，有啥大不了事体呀？黄金人生呀，谁就知道你小家拿一个富家之宝珍珠塔当一包gol点心送不来，珍珠塔当包gol点心嘛，那黄金人顶多当块玉手柄。好意故意起了香，把一番金银是10分金，小姐是闺中7级珍珠塔。给的心陪你细说中都是否赢可是啊，对立毛毛你不能这样比的。倘若那种家长上来比嘛，的确，
乃真知他夫家之败，黄金方人层层分量能于几不里。那么你也晓得呀，虽然真知他是夫家之败，毕竟是不祥么子。我黄金方人做过人百业有理个，倘若我500个方金银了，凡是不能做过，我们苦浪都要补上个呀。那么看上去我们衙门里拿个方金银拿不到子，是吧？我们来拿娘把的建立出来，对个。哎呀，蔡平子，像后今我到白云那种乡间老太太，我一命做过太夫人不为心得，风雨这样子金银身上是口相信。哦哟，我老太太大帽子只好一张，那么笃定老太太相信我看，可以呀。他若太夫人分几万金银，我是大家富贵中与妻金，可晓得？我又对你妈妈彩屏啊！我说的还是好做，这王不肯弄，媳不肯弄，方清带的关好子，所以面孔一乐，彩屏子。像王金方人那神荣东西，快去拿下来！哎呦，东江面孔露出来了，快点拿来，否则我来罚罪。内心的我说不出来，我倒不大都相信。要试试看，小大是脾气，我摸到这个，啥讲地里一门递上去是有没事体的。说大哥呀，你啥事体还要拿来，是要拿来，搿方金银把了小家留了嘛？你为啥不放心嘛？难得你小家叫福到几日无花烛，500几天是要八大做亲家，一八大一做亲，你小家是那啥人啦？是你真夫人，不是个外头神口是啊？哎，好一个真夫人，不是为头神哟！哎呀，我个人真正活得走脱在，别讲是我啥人，是我家乡。根本我不放黄金方银，把了家乡流浪下嘛，为的啥个不放心呢？啊，真正的我人活走脱个在。但是方清啊，不离一门一地了，骨头也轻个在。啊，蔡明子，不要拿了，放在里头。我去拿来。不用不用，我们谁在受罪？一方金银就是记得，故意亲啊！那么蔡姑娘领旨方清，白云我金娘何为己所？风雨离乡，天马秀。
鼻子佛具世事愁，时得本意真意无化作，杀佛觉得有对把你一人能谋。山一渡，一人生杀心，一人生死，哈比那北把钢的在心上。就不两千人花红，无数的花季，许冬没路不。言得自主，知心地，相逢相求好手，就临狗娘，为着相个
飞飞。